出爐影后衛詩雅主持嘅網上節目《為食攻略》最新一集邀請咗電影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封利是嘅兩位男主角，泰國男神 PP 同埋標乾擔任嘉賓。Michelle 盡地主之誼，親自買咗多款香港街頭小食俾兩個人品嘗，包括雲吞、腸粉、演芥靚魚球、雞蛋仔同埋燒賣等等。Michelle 就話好想見其中一位演員標乾。本身我應該係幾個月前可以見到佢噶啦，係因為我攞嘅亞太影展最佳女主角嘅時候，其實咧佢係攞咗男主角獎嘅。咁但係奈何佢嗰一次嘅頒獎禮佢冇去到。當佢知道兩個人嚟香港宣傳電影之後，即刻邀請佢哋上節目。不過最搞笑係當 Michelle 為男神買外賣嗰陣，佢就唔記得咗買幾支醬料做私人用途，走嗰陣時只係拎咗自己嗰啲醬料，唔記得咗拎外賣，認真大頭蝦。Michelle 見到兩位嘉賓嗰陣，貼心咁問對方有咩唔食。Michelle 就話自己中意食雞子，又問佢哋食唔食雞子。兩個人有少少驚，不停問邊一個係雞子啊。兩個人試食咗雞蛋仔同埋燒賣 ，Michelle 就話可惜雞蛋仔擺得太耐，已經唔脆啦。佢就笑笑口咁話：我俾個地址你啊，你今晚唔好話俾經理人聽，你哋兩個自己偷落去食。多謝多謝。